世人大多以為延年益壽之道，不外乎食療滋補、勤於走動、按時體檢，隨便同人閒談養生，10個有8個都會推崇清淡飲食，日行散步、戒口忌食、傷身之物。殊不知凡此種種皆屬外在污助，並非養生根本。真正福壽萬丈之人，自有一番藏於內裏肉眼可辨嘅氣運，唔使把脈抽血，唔使精密儀器查驗，一樣睇得分明。呢份康健從容，由心性、氣道、精神滋養而成，自內而外形於一身。更加令人敬畏嘅係中醫經、面相學中醫呢3套傳統嘅學問體系，對於乜嘢人會長壽呢個問題，都人得出驚人一致嘅答案。3000年前嘅易經用陰陽八卦嚟觀察天地萬物運行嘅規律，2000年前嘅黃帝內經用臟腑經絡嚟解釋人體嘅生老病死，1000年前嘅麻衣商法學用五穀骨節嚟判斷一個人嘅高壽富貴，3套完全唔同嘅方法論，相隔幾百年甚至過千年，但係佢哋觀察人體、觀察生命所得出嘅結論竟然係一致嘅。你話嗰個係巧合，我話俾你聽，嗰個唔係巧合，嗰個係天道。天道嘅規律就好似地心引力一樣，無論你用邊一種方式去觀察，最終都會指向同一個真相。天理就係咁，無論你用邊一套工具去量度，最終都會指向同一個方向。今日我就為大家拆解長壽嘅人身上究竟有邊5個特徵，你聽完之後可以對照自己。如果中咗3個或者以上，恭喜你，你就係古人所講嘅福上之人。但係如果你一個都唔中，你都唔使灰心，因為呢5個特徵有啲係天生嘅，但大部分係可以後天修煉出嚟嘅。關鍵係你要知道方向，唔知方向，你跑幾多路都係白費。好，我哋入正題，我先同大家講一個真實嘅故事。香港西環以前有個姓何嘅伯伯，何伯伯唔係咩名人，佢一世人都喺海味鋪做伙計，後嚟自己開咗間涼茶鋪，賣涼茶賣咗50幾年，一直做到96歲。96歲，你聽落去覺得好誇張，但係你如果見過何伯伯，個個都會同你講，佢邊似90幾歲啊，行得走得，眼睛有神，講嘢中氣十足，完全係一個80歲嘅後生仔。有人問過何伯伯，你有冇咩養生秘方？何伯伯話，我邊有咩秘方啊，我每日開煲賣涼茶，同街坊傾偈，幾10年都係咁。你聽落去覺得佢講廢話，其實佢嗰幾句話裏面已經藏住晒長壽嘅全部密碼，只係大部分人聽完就算，冇人去深究。我花咗好多時間去研究古代嘅經典，亦都觀察過好多長壽嘅老人家。我發現何伯伯身上古人所講嘅長壽特徵一個都冇漏，全部齊晒。第一個特徵叫做心寬，嗰個寬字唔係話你個人大唔大方，唔係話你俾唔俾得開，嗰個寬字係指你個心夠佛，用得落人，用得落事，用得落唔如意。你觀察身邊嘅長壽老人家，佢哋有個好明顯嘅共通點，佢哋唔會記仇，唔會記恨，唔會將啲事擺喺心入面。隔籬屋嘈，佢哋由得佢嘈，個仔唔聽話，佢哋話算啦，佢有佢嘅諗法。打麻雀輸咗，佢哋笑一笑，下次再嚟過。你以為嗰種人冇脾氣？唔係，佢哋都有嬲嘅時候，但係佢哋好快就回復平靜，唔會將啲情緒諗住過夜。黃帝內經講得好清楚，怒傷肝，喜傷心，思傷脾，憂傷肺，恐傷戰，5種情緒，每一種都對應一個臟腑。你一路嬲，你嘅肝就首先受罪。肝主疏泄，肝一傷，你成個人嘅氣機就亂晒，百病就由此而生。
你諗下，好多成日發脾氣嘅人，好容易有高血壓、中風、心臟病，嗰個唔係巧合，嗰個係因。你一路種落去嘅因，結出嚟嘅果就係病痛纏身。你留意下，長壽嘅老人家，佢哋有個好明顯嘅特徵，面容舒展，眉頭開揚，冇乜皺紋，尤其係眉心嗰度好平滑，唔會成日唞埋。呢個唔係天生嘅，而係佢哋心境平和，面部嘅肌肉自然放鬆。面相學入面有句話叫面無所容，福壽自嚟。你嘅面係你心境嘅反應，你係個開心、心境平和嘅人，你塊面係鬆嘅；你係個成日怨、成日嬲嘅人，你塊面係緊嘅，係收縮嘅。日積月累，你嘅樣就會跟住你嘅心態去生長。所以40歲之後嘅樣真係自己嘅心態做出嚟嘅。易經坤卦嘅卦辭寫出6個字：觀止而好德在物。大地河路花草樹木全部都係大地承載，從來唔會嚴篤，從來唔會話你太嘈我頂唔順。心寬嘅人就好似大地一樣，用得落好多嘢，所以佢嘅生命力先至會源源不絕。你翻去睇下何伯伯，佢喺海味煲做伙計，做咗幾十年，後生嗰陣冇俾人鬧過，一定有，但佢放得低。佢間糧茶鋪開咗50幾年，中間經歷過幾次低潮，有段時間成條街都冇乜人幫襯，佢都係企得住。有人問佢：你唔驚冇生意？佢話：驚有咩用？做好自己就夠啦。就係呢種豁達嘅心態，令佢活到96歲先走。呢個就係第一個特徵，心寬。你個心有幾闊，你條命就有幾長。記住，心寬唔係叫你做一個冇原則嘅人，而係叫你做一個唔會被情緒牽住走嘅人。嬲嘅時候知道自己嬲，但唔會俾嗰份嬲氣牽住走。煩嘅時候知道自己煩，但唔會俾嗰份煩老蟲過夜，越陷越深。第二個特徵叫做氣沉呢個字，中醫同易經都極之重視。中醫學話氣行則血行，一個人嘅健康歸根究底就係氣順唔順。你觀察下長壽嘅老人家，佢哋呼吸好慢好深好潤循，佢哋講嘢嘅時候把聲好沉穩，唔會氣喘，唔會短短促促，行路嘅時候步伐好穩，每一步都好似踩得好實咁。相反，身體差嘅老人家呼吸好淺好快好急促，講幾句就要唞大氣，行幾步路就要扶住唞順條氣。黃帝內經講呼吸精氣，獨立守神。呢句話嘅意思係，一個人如果可以將呼吸調得深長細嫩，就可以守住自己嘅精神，精神守得住身體，自然健康。面相學入面都有一個好重要嘅觀察點，就係一個人嘅背，背為陽氣之海，一個人個背嘅形態反映出佢嘅陽氣足唔足。長壽嘅人個背多數係挺嘅，唔會寒背，有種端正穩重嘅感覺。易經嘅巽卦上面係巽，下面都係巽，巽為風，風嘅力量就係丁透到每一個角落。卦辭講的巽，小亨利有柔往，風嘅力量似光，雖然睇唔到，但係可以吹遍萬里，真正可以流動，可以綠透，可以刺透到最深嘅地方。人嘅呼吸就係身體入面嘅風，你嘅呼吸如果好急好猛，就只係表面吹下就算。你嘅呼吸好似微風一樣慢悠悠嘅，佢就可以深入到你身體嘅每一個角落，滋養你嘅每一個細胞。所以古人練氣功打太極，第一步教嘅唔係動作，而係呼吸，因為呼吸係一切嘅根本。你嘅氣沉得落，你嘅身體就穩得住。你嘅氣浮上面，你成個人就好似冇根嘅樹幹，風一吹就倒。我識得一個姓李嘅婆婆，今年92歲，佢每日朝早5點半去海邊踩單車，踩完之後
就喺海邊做半個鐘頭，深呼吸50幾年，由40歲開始做到而家，從來冇停過。有人問李婆婆，你踩單車做運動同你嘅長壽有冇關係？佢話，後生仔，你唔明，我踩單車係為咗令個肺打開，然後先可以做好個呼吸，呼吸先至係最重要嘅嘢。一個92歲嘅婆婆，佢講嘅說話同《黃帝內經》幾千年前講嘅說話一模一樣，嗰個就係天道嘅規律，真理從來唔會過時。第三個特徵叫做耳口，你聽到呢度可能會覺得奇怪，耳仔大唔大、厚唔厚同長壽有咩關係？關係大啦。中醫有句話，針開鏡於耳，耳仔係針嘅表現，淨喺中醫嚟講係先天之本。你父母俾你幾多本錢，你嘅體質全部都係由整決定整精。充足嘅人骨骼強壯，頭腦清醒，精力充沛。衰老得慢，更正龜虛嘅人就容易腰肌背痛，記性差，老得快。耳仔豐滿嘅人多數係高精先天充足嘅人，相反耳仔薄細軟下垂嘅人先天嘅底子就可能稍弱。所以古人將耳仔作為長壽與否嘅一個重要觀察點。面相學入面有個講法叫做耳大者壽高，耳厚者福厚。耳仔嘅大小同厚薄反映個係一個人先天嘅精氣有幾多。你嘅耳仔大厚代表你先天嘅本錢足，你嘅耳仔細薄代表你先天嘅本錢少，所以更加要注意後天嘅保養。但係你千祈唔好灰心，面相學嘅智慧在於先天不足可以後天嚟補你嘅耳仔形態改變唔到，但係你嘅剪精係可以透過養生嚟保養嘅。易經嘅好卦係廣水嘅卦象，菩薩兩條陰爻，中間一條陽爻，就好似水喺兩岸之間流動。好卦代表充實，代表內在嘅力量。水嘅力量在於佢嘅內在充實，而唔係外表有幾人用。正就係你身體入面嘅水，你唔需要練到好大隻，但係你入面嘅精氣一定要足補。養仲精嘅方法好簡單，瞓覺就係最好嘅補充。你日日夜夜瞓到2、3點，長期睡眠不足，你嘅剪精就好似一個水塘不斷流水，流到光晒。去到50歲、60歲，你就會發現自己好似一部電話，越嚟越唔夠電。深水埗有一個教咗50幾年拳嘅老師傅，成就活到94歲。佢同啲徒弟講過一句說話，你哋記住，先天好嘅人底子好，但底子好都要識保養，唔保養嘅話，再靚嘅底都會敗晒。周師傅自己就係一個耳仔又大又厚嘅人，但佢從來唔會恃住自己先天好就放縱自己。佢每一夜晚9點準時瞓覺，朝早5點起身，幾十年如一日，從來唔破例。瞓覺就係你今日嘅補品，你今日唔補，聽日就冇。一句說話聽落好簡單，但入面嘅道理同《黃帝內經》講嘅完全吻合。第4個特徵叫做食得瞓得，你哋可能覺得呢個好普通，但係所有長壽指標入面，呢個可能係最重要嘅一個。中醫有句話，脾胃為後天之本，如果艮係你嘅先天之本，咁脾胃就係你嘅後天之本。你先天嘅本錢再多，如果你後天唔識補，都會慢慢損耗。反過嚟講，你先天嘅本錢少啲，但你後天嘅供應穩定，你一樣可以活得好。脾胃嘅功能係乜嘢？就係將你食落去嘅嘢轉化成你身體可以用嘅能量。脾胃強壯嘅人學好，消化好，營養吸收到；脾胃虛弱嘅人食俗差，食乜都冇味，營養流失快。你觀察下長壽嘅老人家，佢哋有2個好明顯嘅特徵：一，佢哋好肯食，食乜都覺得香，覺得好味；第二，佢哋瞓得着，
一瞓就瞓到天光，中間唔會醒。你可能會話食得瞓得正常啫，有咩特別？我話你知60、70歲仲可以食得瞓得，呢6個字已經係一種福氣，你去問下你身邊嘅老人家有幾多個可以做到？好多人食嘢冇胃口，瞓覺又瞓唔着，日日過得辛苦，面霜殼入面。觀察一個人嘅脾胃好唔好，主要睇2個位。呢個係鼻頭，鼻頭軟潤有肉嘅人脾胃功能多數好，鼻頭尖削冇肉嘅人脾胃功能多數偏弱。第二個係嘴唇，嘴唇紅潤飽滿嘅人脾胃氣血充足，嘴唇冇血色曲枯嘅人脾胃多數唔太好。你去睇下長壽嘅老人家，佢哋嘅人中多數都好明顯好深長，嘴唇嘅顏色都好自然好紅潤，嗰啲唔係化妝化出嚟嘅，而係由內而外嘅氣血充盈嘅表現。易經入面最能夠代表養呢個概念嘅一卦就係坎卦，佢嘅本意就係下巴，引申出嚟就係養養生、養氣、養神。係卦嘅卦象好有意思，上面一條陽牛，下面一條陽牛，中間4條陰牛。你將佢打橫睇，係咪好似一個張開嘅嘴巴，上下2排牙，中間係空嘅？卦辭講坐克吉，觀坐自求口實。呢句話嘅意思係養嘅道理在於你自己去求取正當嘅飲食。呢4個字講嘅唔止係飲食，仲係講路。用乜嘢嚟滋養你嘅生命？用好嘅食物嚟滋養你嘅身體，用有益嘅思想嚟滋養你嘅精神，用美好嘅情感嚟滋養你嘅心靈，全部都係養嘅範圍。油麻地以前有個開大排檔嘅老闆，姓梁，活到93歲。佢對世事嘅理解好簡單，佢同人講過，最緊要係食得落，瞓得着。你嘅身體需要嘅就係天意俾你嘅，你嘅身體排斥嘅就係天意叫你停。梁老闆嘅養生方法好簡單，每日3餐，每餐7分飽，菜式以蔬菜同魚為主。點解佢可以活到咁長？因為佢嘅脾胃一直都好好，脾胃好，食落去嘅嘢就可以變成滋養身體嘅能量。脾胃唔好，你食幾多補品都係嘥晒，你嘅身體吸收唔到。所以長壽嘅秘訣唔係食幾多名貴補品，而係保護好你嘅脾胃。脾胃就係你嘅後天之本，你嘅後天之本強壯，你條命就夠長。仲有一樣嘢好重要，就係瞓得。中醫講胃不和則個不安，胃唔舒服嘅人多數瞓得唔好。反過嚟講，瞓得唔好嘅人脾胃都會跟住差。呢2樣嘢係互相影響嘅。你有冇試過食得太飽，然後成晚翻來覆去瞓唔着？又有冇試過瞓得唔好，第二日成日都冇胃口？呢個就係脾胃同睡眠互相影響嘅惡性循環。長壽嘅老人家好少有呢種問題，佢哋食得定時，瞓得準時，身體嘅節奏好穩定，好似一個鐘擺一樣，不隨不疾，幾十年都係同一個節奏。正係嗰種穩定嘅節奏，令佢哋嘅脾胃一直保持喺最好嘅狀態。所以食得瞓得呢6個字聽落好簡單，但係佢係你整個身體運作正常嘅根基。根基穩，上面先至企得穩。根基鬆，你個樹都會倒。每個特徵叫做神定。呢個神字係成個長壽秘訣入面最核心嘅一個字。中醫所講嘅神唔係鬼神嗰種神，而係指你嘅精神、你嘅意識、你嘅生命力嘅總指揮。黃帝內經話得神者昌，失神者亡。一個人有神定冇神係完全唔同嘅。有神嘅人眼睛有光，反應敏捷，講嘢有條理，行路有力，成個人散發出一種好安靜好從容嘅氣場。你同佢傾偈都會覺得安心。冇神嘅人眼睛閃亮不定，反應遲鈍，講嘢
一句得一句冇，行路腳浮浮，成個人都好散。面相學入面神係所有相法嘅根本，有神嘅人，就算五官普通，成個人都會發光。冇神嘅人，就算五官標緻，都好似一幅冇靈魂嘅畫。長壽嘅老人家最令人印象深刻嘅，唔係佢哋嘅樣貌，而係佢哋嘅眼神定定嘅、穩穩嘅，好似一潭清水。你望住佢會覺得好平靜，嗰種神唔係緊張，唔係強悍，而係一種內在嘅安定，就好似一座山風吹雨打都冇嘢。唔係因為佢感受唔到風雨，而係因為佢嘅根扎得夠深，企得夠穩。易經嘅根卦講嘅就係呢個道理，根其背，不獲其身，行其庭，不見其人。呢句話嘅意思係，當你學識咗止，唔係身體嘅止，而係心靈嘅止，你嘅心神就會穩定，唔會被外面嘅嘢牽住走。你企喺自己嘅庭院入面，安安靜靜，自由自在，冇人可以擾亂你嘅心神。你觀察都市人由朝到晚擔心呢樣擔心嗰樣，擔心工作，擔心子女，擔心健康，擔心退休之後嘅生活。呢種狀態中醫叫做神散，神一散，你成個人嘅生命力就好似沙漏入面嘅沙一樣快速流失。你有冇留意到好多人退休之後身體急速轉差？以前返工嘅時候雖然辛苦，但有目標，有寄託，有方向。一退休突然之間乜都冇晒，個人嘅神就跟住散咗。所以長壽嘅老人家一定有個共通點，佢哋永遠都有嘢做，唔係要做啲乜嘢偉大事業，而係佢哋嘅生活入面永遠有個寄託，可能係種花，可能係養魚，可能係煮飯，可能係教書做義工。元朗有個退休校長姓史，今年89歲。史校長退休之後唔似好多人咁成日坐喺度，佢每日都去社區中心教書法。人問佢：你都退休啦，仲教書？佢話最驚嘅係冇嘢做，冇嘢做個人就會散。史校長教書法嘅時候手好定，一筆一畫都好有力，眼睛好亮。佢望住學生嘅字嘅時候，你會覺得佢成個人發光。佢同學生講，寫字同做人一樣，你心定，隻手就定；你心定，一劈一摞都有骨有肉。好多人退休之後就覺得自己冇用，日日等天收，咁天就真係會收你。你唔等，天都唔會捨得收你。你總有嘢做，天就會俾你時間去做。呢番話聽落好似老人家咁道，但係你仔細諗下，入面嘅道理有幾深？一個有嘢做嘅人，佢嘅生命有方向，有寄託，有意義。呢種意義感就係神嘅養分。你嘅神養好咗，身體自然就會好。好，講完5個特徵，我想同大家講一個更加深層嘅道理。你有冇發現嗰5個特徵？心寬、氣沉、耳口、食得、瞓得、神定，其實可以歸結成2個字：通同定。心安氣定，你嘅心唔亂，決定咗你嘅情緒穩定；你嘅氣定，決定咗你嘅體魄強健。心安氣定嘅人，成個人就好似一棵大樹，根深蒂固，風吹雨打都穩穩陣陣。易經64卦入面有一卦叫做太卦，太卦嘅卦像係上坤下乾地喺上面，聽喺下面，你聽落去好似調轉咗。易經嘅智慧就係天氣向上升，地氣向下沉，兩股氣交匯，中間天地相交，萬物通達。呢個就係最理想嘅生命狀態。陽氣從下面穩穩陣陣咁升起，陰氣從上面降下來滋養，上下交泰，氣血流通，健康長壽。反過嚟嘅卦叫否卦，否卦嘅卦象係上坤下，坤天喺上面地，喺下面聽落去好正常，但問題就嚟啦。天氣本身向上升，地氣本身就向下沉，一個向上升，
個向下沉兩股氣個行個路完全唔交，會天地不交，萬物閉塞，成日心浮氣躁嘅人，火氣衝晒上頭，面紅耳赤，但下半身冰凍，呢個就係典型嘅剖卦或狀態，陽氣全部浮晒，上面陰氣全部沉晒下面，上下不通，氣血堵塞。所以古人養生嘅最高原則就係4個字：上涼下暖，頭要涼，腳要暖，心要靜，氣要沉。呢個就係太卦嘅智慧。易經同中醫體系雖然唔同，底層嘅邏輯係完全一致嘅。佢哋都話俾你聽同一件事：一個人嘅壽命長短，唔取決於佢跑幾多公里嘅山，唔取決於佢食幾多名貴嘅補品，而係取決於佢嘅內在狀態。你嘅心靜唔靜，你嘅氣順唔順，你嘅食得瞓唔瞓得，你嘅神定唔定，呢啲先至係決定你壽命嘅真正因素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：我而家已經60歲，會唔會太遲？我話你知，永遠都唔會太遲。你嘅年齡改唔到，但你嘅心可以變寬；你嘅先天體質改唔到，但你嘅氣可以練沉；你嘅面相改唔到，但你嘅神可以養好。中醫有句話：正氣循來，邪不可幹。你嘅正氣養好咗，活病都侵唔到你。而正氣係點樣養嘅？就係透過以上5個特徵嘅日積月累，每日俾自己半個鐘頭嘅安靜時間，坐喺度慢慢感受自己嘅呼吸，感受下自己嘅心跳。嗰個動作好簡單，但係你堅持做3個月，你會發現自己成個人都唔同晒，瞓得好咗，食得香咗，脾氣細咗，成個人嘅精神都好咗。呢個就係陽嘅力量，唔係一朝一夕嘅事，而係日積月累嘅功夫好。落雨唔會因為你淋一次水就見到花開，但係你日日淋啲細水，有一日你會發現花已經漸漸攤開。道德經講：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養生嘅最高境界就係水柔柔靜靜，冇爭冇奪，滋養萬物而不自是磨。你嘅身體就係你嘅花園，你用乜嘢態度去對待佢，佢會用乜嘢方式回報你。你粗暴對待佢，佢就用疾病回報你；你溫柔對待佢，佢就用健康同行回報你。因果從來都冇錯。好，我最好總結一下啱先講嘅話。長壽嘅人身上有5個特徵，嗰5個特徵係易經、面相學、中醫3套學問共同指向嘅答案。第一，心寬心寬嘅人容得落人，容得落事，情緒穩定，面部舒展，眼眉開揚。中醫講心主神明都係同一個道理。第二，氣沉呼吸深長嘅人，氣氣充足，氣血流通，行路穩陣，背部挺直。中醫講呼吸精氣。面相睇，背為陽氣之海，指向同一方向。第三，耳口，耳仔大耳口嘅人，行精充足，先天本錢夠，面上有耳大者壽高之說。中醫話更開類於耳，講嘅都係一回事。第四，食得瞓得脾胃強壯嘅人，後天營養充足，身體有源源不絕嘅能量。易經道卦講自求口實，面相睇鼻頭同嘴唇。中醫話脾胃或後天之本，答案完全一致。五，神定精神安定嘅人，有寄託，有方向，有生氣，面相睇眼神有光。中醫話得神者昌，人易經跟卦講指嘅功夫殊途同歸。如果中咗3個以上，恭喜你，你就係古人所講嘅福成之人。有福之人自然長壽。如果你中得少，唔使灰心，而家開始養，而家開始收，永遠都唔會太遲。易經復卦講：復其見天地之心乎？復就係回歸回返。無論你之前行得幾歪幾亂，只有你願意回歸正道，聽到嘅心就會重新向你敞開，養好老嘅氣，養好老嘅神。呢個唔係為咗長命百歲，而係為咗
活得有質素、有尊嚴，活得舒舒服服。我從來都唔信數字嘅遊戲。你活到100歲，但係日日受苦，不如你活到80歲，但係日日開心。真正嘅長壽係每一日都活得好，每一日都過得有意思。莊子講過一個故事，有一棵好大嘅樹生喺路邊，木匠行過，抬頭望一眼就話呢，老木材彎彎曲曲，做乜都用唔着。但係正正因為冇用，呢棵樹先至冇被人斬，一直生長到好大好大，成為方圓百里最壯觀嘅大樹，成為好多人乘涼聚腳嘅地方。呢棵樹嘅冇用，其實係真正嘅大用。佢唔使去爭，唔使去搶，唔使去證明自己，只需安靜咁生長，順住天道嘅節奏，該發芽就發芽，該落葉就落葉。人嘅長壽道理都係一樣，你唔使強求自己成為一代人物，唔使去證明自己有幾威，你只需要順住自己嘅節奏，養好自己嘅心同氣，安安穩穩過好。每一日易經64卦，由乾坤兩卦開始，到既濟同未濟結束。人生有開始就有終結，冇人可以長生不老。但係喺嗰個有限嘅生命入面，你可以揀點樣過，過得好，過得差，過得精彩，定係過得痛苦。過得好嘅人就係有福嘅人。好，請諸位將今日所言分享與至親長輩世人，多向內尋晚，滋補良方。殊不知養心長壽嘅至簡秘訣，本自具足，存於自身。一份轉發即一份善緣，積福修心，功德文長。若你對古聖智慧、身心調養存有疑惑，不妨於評論區留下心聲，感恩相伴。本諸位身心清安，福壽文長他。一再會。